关心文化嘛，爱关心环境。为着要减少环境内底粪扫和废弃物会当有新的用途，伫高雄即马就有创作者摕回收的茶甲铁这物件来做材料，重新来打造新的家具，或者废料有新的生命。另外，伫高雄的中山大学内底嘛有头一间伫学校内底无包装的商店，希望大家会当对源头开始减少粪扫。 将旧车对货车顶悬搬落，准备甲废物料结合做成椅仔。货架摆满对邮局回收回来的拖顶材料。木料伫台湾毋是回收物，但多数防弹掉的木造家具，往往只是风格较过时，毋是袂使使用。互设计出身的杨大讲，感觉真可惜。我们其实不会特别去强调说我们用的材料是旧的，我们只是告诉他们我们用适合的材料。那很多东西其实我们都知道说它并没有坏，它只是被弃置。 破旧的木造桶仔、玻璃切落，会使装起其他除桶，将类型大细的回收物料分类整理了后，除了互消费者会使对内底拣想要使用的材料，嘛互回收物料再制的家具有量产的可能性。我们经常使用站板这个元素，那常常会剩下站板中间这个叫角力，又粗又硬，然后很难切，然后又很难整平。那常常这样下来，我们就是工厂会剩很多这个材料，那我们就想说怎么去把它做再利用。 站板到了用胶条甲钢串联固定做成椅仔，会使省掉回收物料处理的时间甲成本，互物料新的生命。但减少废弃物除了后段的回收再利用，嘛有人对源头开始关心这个海洋垃圾的议题，然后自己也开始做一些减塑的行动。然后自己开始做之后，就发现，其实慢慢的可以影响到身边的人。 摕出自备的鸭肉酱饼装入去了后，结束一桶一桶的洗衫精，想要买偌济就倒偌济。全台第一间开伫大学内底的无包装商店，好奇的学生入来探路，发现减塑并无想的困难。免费的二手容器，就我第一次没带还可以接触，我觉得还蛮友善的。接下来进入宿舍区域的话，那让同学就在日常的生活中养成习惯。青盒、塑钢等商品无包装直接放的，无包装会使减少塑胶的使用。认同理念的人客自发性摕鸭肉来消费。校方嘛希望透过无包装商店，将减塑的概念推广到全校，互永续对学校的环境开始。记者陈焕武、柯正俊高雄报道。